学生共同表演向前保护儿童的歌曲宝贝，替国际卖拍囡仔日揭开序幕。市长黄伟綽、教育局长陈新辉等贵宾宣誓卖拍囡仔，透过行动保障儿童权利，听取儿童心声，理解儿童的想法。我们对于这个第一个儿少的问题，第二个性平的问题，第三个这个儿童权益的问题，我们都要更加的注重。最近几次社会案件都看到，包括虐婴或者包括凯凯案，这些都是发生在最亲近的家人或是保姆中间。因此呢，我对于我们呼吁，对于这个部分要特别的关注。真的，孩子的生存权，孩子的这个他的表意权，应该要特别的重视。也希望大家一起来。市长黄伟綽指出，台南市致力地打造友善儿童社区，提供更加好的照顾加支持。希望透过宣导活动，呼吁大家重视保护儿童公约4大原则，包括着维护儿童上好利益，卖予儿童受到任何轻视，确保儿童参与以及表达意见，保障儿童生存和发展权。永福国小充满了爱、真、善、美，所以我们全校的家长以及老师们跟孩子相处的每一天，都身体力行儿童权利公约的4大原则。教育局表示，保护儿童是每一个大人的责任，用爱的正向教养方式，拢会当平安健康的大汉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